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号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13开始防疫放令，也毋过各县市的规定拢无同，目前大多只有台南遵照指挥中心的政策，开放餐厅内底会当食食。3级警戒要放令的消息一出来，真侪风景区的饭店定位是接袂离，也毋过业者是认为规定真复杂，因是无啥啥。咱国友邦海地的总统摩伊士被暗杀，警方表示凶手28人，有11个嫌犯秘伫台湾伫海地大使馆。新闻一开始来看，指挥中心宣布7月13后礼拜2开始，3级警戒会当同步放令。消息一宣布，武林农场、福寿山这所在的饭店电话是接袂离哦。咱到亲近农场是表示讲，因的规定上侪只收6成的旅客，人数嘛会总量管制，上侪4成。台中有药两园嘛表示讲，一日上侪会开放1800个人，嘛必须爱先预约。华人的饭店业者嘛是接到真侪订单哦。也毋过业者就讲，针对指挥中心的规定，因是无啥啥。一接到未解封的消息，福寿山农场有真侪订房的电话，服务人员真无闲，一直伫接电话。罗山农场你好。福寿山农场表示，确定有希望未解封了后，滨江市的订房率超过5成，假日员工拢全满，会依照规定分流，也是安排到平常的时间。另外，武陵农场最近手球花大开，加上梨山地区即阵正是水蜜桃大出的时阵，人客一直敲电话来问。农场表示，休大开放4成，并且猜已经安排。停车场人也袂使伤济，有人流的管制，每天限400台小型车，另外游览车载客也限制。截至目前为止，网络订房已超过200间，电话订房也几乎把7月和8月假日全部都满了。南投的清境农场在3级警戒期间也休13晚，即阵渴望未解封了后，也接到未少人客询问的电话。清境农场表示，国民宾馆大房率以60%为上限。另外，伫这个青青草原也有人流的管制。电子票大概会知道现在入园的人数了，然后到了之后，我们那个票口我们会说通知相关的票口。另外，在游乐园部分，指挥中心宣布人流管制限制4成。不过，台中的游乐园表示，除了提高防疫规格，加强清洁消毒工作。乐园的部分也只是开放每天1800人，嘛爱线上来预约。另外，东台湾的花莲，业者讲，敢若是看到商机的希望，不过也是感觉会有真侪问题甲疑问。可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活动，2人1室以下的这个标准去做接待的话，出游成本的增加，我们认为对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业者是已经开始接到3成订单，不过对着中央规定的维持室内5人以下，还有房型爱2人1室，也是1人1房，认为是真难执行。官府表示，中央应该爱订立更加清楚的规范甲正确版本，地方政府才法度来遵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32例本土病例，有12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今仔案例是比昨较侪，也毋过整体趋势嘛是长好。顶礼拜境外1例病例基因定序的结果，16例中有5例是变种病毒，3例是德尔塔印度变种病毒，1例是英国变种，另外1例是巴西的变种病毒。国内本土疫情有较长好，指挥中心公布查到新增加32例本土病例，个案的分布是台北市19例上侪，过来是新北市11例，甲桃园市有2例，另外嘛新增加12例死亡的个案。结隔离的情形是82.8%哈，那今天案例比昨天多哈，不过在这段时间的趋势来看哈，它还是整体是往下。为着阻挡印度德尔塔病毒，国内为7月7日开始全面做入境的普筛，嘛针对阳性的个案做基因定序，即马结果嘛出来啊，有3例是去挖着德尔塔病毒，是为英国甲印尼来的，嘛验出1例是去挖着英国变种病毒，是为柬埔寨入境的，还有1例是挖着巴西变种病毒，是1个为美国返来台湾19岁的囡仔。德尔塔病毒目前累积大概就是说这3例的境外入之外就是先前那个秘鲁过来的祖孙有2位，所以目前这个德尔塔病毒我们验出来有总共5例的这个境外移入。那另外这边还有定序出来，就是这个英国变异株跟我们目前台湾流行的这个本土的英国变异株就不太一样，这序列是不同的我们先前其实有在巴西境外移入的病例当中验出这样子的一个
变异株，所以这并不是首例哈。指挥中心特别宣布，为即马开始开放第2批医药组疫苗系统开放登记了后，全台湾第9类至第10类的民众，上紧伫7月16日当做疫苗。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这个系统开放到达已经超过200万人次来预约。我从现在开始哈。那大家赶快可以，本来说有一个时间的起头，那不过现在已经来登记的很多，为了让这个作业的时间能够让大家更充裕，我们就开放全国第9类、第10类的对象是意愿登记。台市长强调讲，意愿的登记并不是排注射的顺序，是要知影讲有偌济人有意愿注射，好安排会当更较顺利，而且随时拢会当做修改，不是登记了后就拢袂改哩，民众会当安心登记。记者综合报道。防疫要放零哦，也毋过各县市的做法是无啥相同。台北市长郭文地是表示讲，台北市的餐厅要禁止伫内底食食。伊强调讲，需要甲喙暗摕落来的，亲像做伙食饭，这最后才要开放。台北市会先来开放电影院，也毋过嘛是袂当食物件。体育馆哦会先开放棒球、垒球场这款身体无接触的运动。学校运动场、佮有儿童乐园、佮动物园嘛暂时未开放。经过一天的讨论，台北市政府也是决定不会开放餐厅伫内底食饭。在7月13号以后，你知道吗？餐饮还是只能外带外送还是严禁内用，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开放的逻辑是有涉及民生经济的社会运作的优先的学校里面有那公托，你知道吗？那托婴啊，那个可以限，因为有的爸爸妈妈还是要去上班的。中央宣布13开始有条件放零场馆开放，餐饮伫内底食饭，暗过关体以3大原则定出台北市未改防治引。虽然提出来均做食饭，最后开放以民生经济、社会运作有关系优先。防疫配套措施爱做好，台北市地面尾巴回到夜市，餐饮禁止内容，开放电影院，暗过袂使食物件。校园运动场、儿童乐园、动物园、甲图书馆拢无被开放。体育场馆是限中低强度，而且毋是身体接触运动，亲像棒垒球场等。暗过这场所所设的换衫的所在，也拢无被开放。有2个原则哈，第一个是单一空间的容留人数是每4平方公尺最多1个人，而且室内单一个空间不得多于20人，室外单一个空间不得多于40个人。还是只是进行闭门的排练，或者是录影等等，那可以进行线上的直播，也就是说，目前还不这个开放观众入场。管体认为对解封这件代志，往哪看爱往哪行，因为台北市初9个增加19例本土确诊病例，7大病院的PCR体检，测8体检2119个民众有7个出现阳性，代表社区内底有潜伏个案。另外，台北市也佫公布一个确诊者的行踪，伊伫初2起内湖的旧庄邮局，这是去过中山区的内特商场，拢停留超过15分钟。提醒捌伫迄2天，经过这2个所在民众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宽南市场站，搁再一届大规模体检2422个人验出4个人阳性。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其中的一个是之前的案例，所以算是新增加3个人胃着病。其中有一个是自治会员工已经扣出接触者要求爱居家隔离。有确诊者是市场2楼的大商，后礼拜4附近的大商会搁再一届体检。现场的指挥官王必胜是指出，宽南市场头一遍普胎有41个人胃着病毒，第2届有3个人胃着，疫情应该真紧就会当受到控制。台北市长郭文体去敢若还袂晓，但是伊即马出席的这个行程确定是开会。地点就伫台北市甲中央共同设的联合侦检指挥所，这是第5届会议。卫福部以后会执行长王必胜上申告，伊表示宽南市场第1届的体检41个人确诊，第2届体检有3个人确诊，这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之前都是阴性嘛，那现在是变成阳性这样，那我们就是要去看说它是可能的感染途径到底是哪些。那我们在这
这个中间做了很多这个管理的措施，应该是有它的成效在了哈。那我想这是往好的地方发展。那希望在做一阵子的这个管理措施之后，它可以变清零的状态这样。需要到的是副市长黄珊珊已进一步指出，宽南市场台2422个，有4个阳性，其中1个是旧的案，因此新增加3个确诊，已经进行居家隔离，其中有1个是驻地会员工。那有1位是我们自治会的员工，所以今天自治会的员工全部都居家隔离。那有2位是摊位，那摊位旁边都已经全部包括9宫格的部分都也封摊，还有居家隔离。他们有几位在上一次2次的筛检其实都是阴性，所以应该是可能中间有潜伏期或者新状况。驻地会有员工确诊，全会10个员工拢奉要求要居家隔离14天。另外，第一果菜市场是再度进行1400个人的大规模体检，分配分区进行。打上为11开始，必须要有阴性证明才当入场。记者郭灿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今仔新增加11个人胃着病，其中6个确诊者是甲台北市有关系哦，4个是甲北农的人，1个是宽南市场的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哦，新北市阁算是疫情的重灾区。虽然中央表示讲13开始会使小可放零，也毋过新北市是决定讲要维持3级警戒，餐厅同款禁止伫内底食物件，公家的场馆嘛无要开放，19才阁要来检讨，看敢要来放零。新北市一天确诊人数回升到双位数，初到增加11人，有2人感染源无清楚，6个确诊者甲台北市有关系，包含北农4人，宽南1人。在华南里面有一个住在板桥，是华南的猪肉摊商，最近被验出来是确诊。整个综合有一个是在新北工作，不过每天都要去北农市场买菜，因而感染。中央放令未解封，不过各地方政府态度无同，正做一国多制。新北市决定维持3级警戒标准，以管制为原则，放令为例外，后管为优先。伊表示，新北市重灾区逐天拢有北农、宽南的个案增加，考虑社区有温型传播链甲疫苗全台覆盖率增加，所以继续禁止餐饮伫内底食物件，违规业者相当罚办5。电影院、艺文中心大部分所在也拢继续关起来。我们的博物馆艺文园区室内空间不开放，室外的户外空间只开放原容留人数不能超过40%，景区实施人流降载。副市长廖浩然认为，中央未解封，亦是解决问题是前期开始，国部会指引无整合，标准前后矛盾，会互民众失去信心。室内5人不行，上学也不行，可是它确实可以开放部分的场馆，像电影院。我想这样的一个逻辑，就会让我们的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侯友宜强调，双北疫情严重，做法甲其他县市无同，双北爱采区域联防，守住疫情，发挥中央也有承担的精神。另外，未解封会采取滚动式检讨，19看情形做第2波调整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是表示讲，授权予地方政府会使来调整放零的政策，所以基隆庙口的夜市啊，赶快要等下27才重新开市。宜兰的风景区哦，嘛暂时无要开放。汤圆是强调讲，爸爸鸡甲汤圆是共同的生活圈，做法上好是相同。另外，台中市佮高雄市嘛拢宣布讲，伫3级警戒期间哦，餐厅嘛是袂当开放伫内底食物件。中央宣布12日后未解封，也授权地方政府因时因地做调整。最关市依照实际执行情况，考虑了后做出决策。亲像过人有名的庙口夜市啊，暂时未解封，27才恢复营业。另外，和平岛公园、外木山这景点，伫最好防疫的做法之下开放。过人客每天登岛人数限制是840人，每船乘客降做7成。庙口夜市将延长休市到7月26日。我们在7月26日之前呢，我有8字诀，就是宁稳勿急，要戒急用忍。宜兰是考虑邻近宜兰有疫情热区的乡北，餐厅甲旅馆附设餐饮的所在，宜兰无开放内用。罗东夜市啊，到2日进前禁止内用。清水第2只风景区继续封闭，太平山、满地山也封闭到2日。另外，即阵宜兰在处理国军北控事变院花都互相烧毁案件的桃园市也宣布餐厅禁止内用。
另外开放虎头山、竹湖、东上公园、加甲板山行馆这户外场所，不过亲像室内场馆也是决定无开放。北北基桃是具有这个生活圈的一致性，不论是这个通勤或者是这个互动，都非常的密切。那因此北北基桃的这个一致性要这个维持。台中原本规定夜市以外的餐饮场所，即要落实梅花珠这个防疫做法会使开放来用，不过找到政策改变无开放来用。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决定禁止来用，未开放声音户外为主。如果北部的餐厅饮食业禁止开放内用，而中部地区却可以开放的话，那就会造成人潮的移动，人潮移动，病毒也会跟着移动哈。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到底要不要开放会牵涉到很多人。那专家会议的建议是说，我们先再观察一段时间。六都内底只有台南市长黄伟哲宣布会按照中央的指引开放餐厅甲夜市啊。要果若是防疫要求无达达成标准，就袂开放。市府也严格来稽查，大头若是无配合，会开发也是停业。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总统蔡英文讲望伫7月底，台湾的疫苗注射率会使达到2.5%。高雄市长陈其迈今仔就讲，高雄市是六都内底已经分配到疫苗注射率上悬的都市，所以建议讲较紧甲分配疫苗注射的都市，应该买当佮先摕到疫苗，赶紧来提高咱全国的注射率。指挥中心今仔嘛表示会来做调整。高雄市政府统计，目前全市注疫苗超过33万5千剂，72岁以上注的比例超过70%。中央已经配发的 A 剂当中，高雄注射率是六都第一，良率有98.5%，领先台北市的93.1%，新北市的94.7%，也比台中、桃园、台南拢悬。高雄市长陈其迈伫防疫会议佮发声，爱中央注紧都爱配剂，疫苗覆盖率才会冲起来。我打得快。而且我们的疫苗的覆盖率也高，那理论上你要按照我的额度内的疫苗，你要赶快给我，不然像我们上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打完，我们就有几天，我们就还要再等。高雄县医师工会也发声，希望中央唔通卡疫苗。工会估算，全台一天注射量应有23万剂，按照这速度，2个月覆盖率就应过半，对提前解封有帮助。不过目前配发的疫苗，一时就注了。我们现在疫苗有700万支，花下来才400万，后面还有300万支。那这300万支有30万支是高雄市的啊。那这30万支如果高雄市打得快，你迟早要给我，你就早点给我啊。根据我们施打的效率，我们会做一些微调了哈。那不过基本上，每一个县市的量还是基本照我们的一个分配，来做一个分配。那当然在这个微调里面，速度可以加快嘛，如果大家已经打完了，我们当然可以赶快把它配下去。指挥中心承诺会小可调整，新资源就搁配发。目前台湾已经购回疫苗有700多万剂，到7月已经有312万1081人次，覆盖率是13.03%，已经接到352例。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通报，其中267例是超过75岁以上的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二开始，防疫规定会淡薄放零哦。林务局是表示，17个国家公园的户外会开放，也毋过为伫宜兰的太平山哦，因为宜兰县政府是表示讲暂时无要开放，所以会配合县政府的政策，先封到2月。那到关山大关花季合欢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人受较多，不过未解封了后，毋是想要去就用去。林务局当时林管处指出，因下骹有大雪山、八仙山、武陵、合欢山4个森林游乐区，每一区拢会人车管制，入园人数降做承载量的4成，停车场也只开放4成空间，或者是管制车辆，而且大个所在全部降在一半。住宿降载50%，并暂停提供通铺5人以上房型，餐饮仅提供外带和内用。降载游乐区人数若达到上限，就用一进一出，就算即马规定未少。在高雄桃园的登记森林游乐区13到23入园名额已经抢了。那在腾资的300个预约名额的部分呢，目前都是额满的。
啊，毋过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罗东林业文化园区顶处本来讲要开放，结果无到一天就讲要关起来，要配合宜兰县府关风景区到26个政策。也希望说可以跟宜兰县政府的一个政策同步啦，这样子会觉得说全县做一致的防疫，这样防疫比较会有效果。罗东林管处表示，16日进前太平山总订房会主动通知特定。另外，伫国家公园山坳是继续关起来，亲像嘉明湖的2个山坳甲八山步道维持无要开放。啊，毋过通去嘉明湖还有另外一个步道，毋是台东林管处的管理。当地部落烦恼这所在正做空棚，只好自救加强巡逻。这样子来来回回在巡逻。像一天换人啊，要不然怎么办呢？其实，未少报道伫部落，各地林管处也呼吁尊重在地居民意愿。防疫期间，请民众毋通进入外报道的部落甲社区。记者综合报道。9个人以下国民旅游团买当开放，一寡饭店佮旅行社电话嘛已经接袂离咯。也毋过有司机讲哦，因阁还未排着注疫苗，虽然会惊，也毋过为着生活，有生理嘛是爱接。国内旅游就要未解封，旅行业者甲规套的行程甲产品准备好势，透早就先甲运将做实际演练。旅客上车进前爱用酒精消毒，上车了后落实实验者，伫车顶爱专程挂喙罨。虽然防疫做甲遮尔周至，不过运将要是讲加减的烦恼。以司机的角度，我们是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会担心，因为我们坐车子的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这密闭空间不像其他的车种可能是短暂的几分钟，可是我们是一整天的这样子的包车的环境。旅游业者表示，指挥中心打公布未解封的消息，官方的民众也都未少探问的信息。不过目前还搁伫咧清点各地景点开放的情形，按算后礼拜才会推出旅游的商品。目前规划2个人就会当出团，用细只巴士或者是9人座的来载，免甲人相夹。若是以台北到东北部郊区一天来回来讲，一个人差不多1350块。私岛这边的话，主要都会每周会有一个核酸检测，对，然后让民众可以比较安心的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自己的防疫政策跟措施，然后包含我们车上也会做一些消毒，然后帮旅客测量体温。旅行工会讲，未解封对旅行业的帮助有限，国民旅游演过大部分拢是家己赛车较济，真少会包团。若是有成团，实际上执行嘛有困难。亲像细只巴士，若要采用梅花座，一只车敢会当载3个人客，若规团的人客去餐厅要伫咧内底食，安怎分流，佫是一个大问题。餐厅的人力或者是我们营业者的一个就是人力，除了套餐之外，再来就是合菜，我们每一桌都要请专人来做分菜，这个会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成本。国民旅游未解封，要安怎执行？观光局表示，业者都要配合景点管制措施。若是伫咧符合餐饮防疫管理措施的观光旅馆餐厅，团客拢会当下用伫咧内底食的服务。也若交通部长王国材嘛，甲业者话讲，会当尽量发挥创意，包装适合的产品，做回来渡过难关。交通部嘛尽力提供上大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家公园甲国家风景区，虽嘛有放令，也毋过嘛是袂当耍水哦。台东琉球乡乡公所就拍算讲，要要求旅客爱摕 PCR 阴性的证明才当来佚佗。嘛望讲，因会使来比较金门、马祖加离岛的民众，互因先注疫苗。南部真受欢迎的2个观光景点，垦丁甲小琉球，伫13未解封的规范之下，最后的活动无开放。业者认为讲，垦丁甲小琉球除了风景，都是最顶的活动上介啥人客。即个未解封，最后的活动煞无包括在内，对已经买到有村的生意来讲是帮助无大。平常大概客人不到1成嘛，那现在顶多增加不到半成，就是5%而已。这里微解封对小琉球来讲，目前是没有感觉的。那水域活动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它要水里轮杠，好，它的引擎才不会坏掉。那我现在一直放在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离岛的居民嘛是真烦恼，大家民众已经关袂掉，就算袂当耍水嘛要出来佚佗，颠倒会真做防疫空棚。公所目前建议，若要去小琉球的游客，都要拢有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去。呼吁中央都要和小琉球的居民全部注疫苗。台湾的疫情都已经趋缓，那就直接解封，那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啦。所以也不要微解封，我觉得还是维持现状。进入岛上的游客，他至少要有 PCR 的检验性证明。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小琉球能比照金门、澎湖这样的离岛，可以做普遍的施打疫苗。13未解封了后，会重新开放的登记国家森林游乐区，
目前13到23个名额拢已经互注文了啊。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指挥中心讲，宗教场所的防疫卖当放令，也毋过苗栗白沙屯的江天宫、台中大甲的定南宫，佮有中华鹿港的天后宫，嘛是决定讲，伫3级警戒结束之前，要先维持现阶段的管制。文昌帝君、元老、法德全部拢刷到正殿，互信徒集中参拜，减少停留的时间。为着迎接7月13宗教场所小可开放，台中市乐神宫已经开始做准备。微解封哦，但是我是觉得应该还没这么快吧。你要看疫情它有没有比较下降下来，对不对？也是安全第一啦。如果你封住了，对大家也是生活上也是很不便的，但是还是自律性也是很重要，因为进庙什么要照着它的规则这样子。啊，都外口的防疫措施，啊，所以阮这两边边后，我拢给它关起来了吼，我人正殿才人拜着，啊，才亲像个请落安尼，所以我袂讲话安尼，内底支持较侪人。根据内政部上新的指引，3级警戒宗教场所原则上无开放，不过若有建立内部人员的名单，做好健康监测和卫生措施、防疫配套，就会当带条件开放。不过各地头庙市的决定也拢无同，台中的大甲镇南宫决定要维持管制，但收到主管机关的公文才做决定。苗栗白沙屯的江天宫、中华的鹿港天后宫拢暂时无开放，那中华的南瑶宫是带条件开放。一般我们的那个香客、游客95%都来自全省各地，所以存在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因素啊，所以我们的话暂时会遵照这样子的一个指示，一直到我们26号之后的话再来看情形。为了要顺应信徒的需求，我们7月13号开始是暂时微解封，就是仅开放大殿的部分。那我们2殿跟3殿是不开放，那抽签跟跋杯的部分是暂时不提供。大道若开放的时，咱妈祖婆咱就请伊来殿咯，然后咱这信众，全部信众入到咱庙内底，参拜咱的妈祖。婚姻馆长张立先表示，尊重每一个庙市的决定，不过若是要开放，就要做好防疫措施。庙市敢要开放，中央甲地方有无同款的考虑，唯一的共识就是要做好防疫，唔通互疫情有机会搁反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咱国友邦海地总统莫伊斯洪暗杀死亡，警方表示，凶手集团有28个人，有的人是哥伦比亚人，有的是美国人哦。传出有11名的嫌犯秘伫台湾伫海地大使馆，后来互警方抓到。咱国外交部是表示讲，因为咱的大使馆人员拢伫厝的办公，大使馆是无人，门个窗仔是有受到破坏。海地总统莫伊斯初七遭到暗杀死亡，海地警方继续抓凶手，讲杀手集团有28名成员，26个人是哥伦比亚籍加2名美国籍，其中17人已经被抓起来，3人被拍死，8人是伫逃亡。另外，更加有11名武装分子走入去已经关起来台湾驻海地大使馆，设备透早互主管的保全发现，警方在下晡展开攻击行动，顺利将11人抓起来，过程顺利由警方带回去侦问。我们的馆舍部分除了门窗有部分遭到这个歹徒破坏之外，所幸目前并没有其他财产的损失。目前我们驻海地大使馆是暂时对外停止服务。加在主管的人员拢是伫厝上班，只有门窗遭到破坏。主管也积极配合海地警方的搜查行动。至于为安怎会选台湾的使馆，外交部表示，主管甲莫伊斯总统的官舍上款拢是位在北松区，敢若离2公里左右，而且这个所在在山坡顶面是较偏僻。前驻海地大使杨成丹分析，应该是地理位置的选择，是不是影响双方的外交关系？这种无其他的迹象表示有政治的关联。所以往山下跑的时候呢？我们大使馆刚好坐落在很好的一个位置，他们就趁个机会就跑进去了。所以呢，这个事件呢，说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偶然了。美国的这个外交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目前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意涵在里面。杨成达表示，总统官舍一向守备森严，这摆莫伊斯遭到刺杀，看起来案件敢若无单纯。海地首都太子港这阵气氛也真紧张，更加出现排外情形，民众真生气，有嫌疑的车烧掉，并且包围警察局，要求警方要交出刺杀总统的外国佣兵。Même question ton mauvais président pas t'attendre nous. Mais dans le contexte si mourir, pas qu'on monde qui content.
摩伊斯被刺杀身亡，也让海地长久以来总统的政局出现权力真空。这种暂时由代理总理乔赛德掌权。联合国海地特使拉里姆讲，乔赛德会继续领导海地，一直到举行大选为止。记者综合报道。7月23特别开幕的东京奥运盛会，伫今仔已经传到东京了。因为疫情盛会除了去离岛，其他所在公路行程拢总取消。另外，东京奥运包括开幕、闭幕，各伫首都圈东京、埼玉、神奈川佮千叶这县市的比赛，拢总袂当有观众。就提盛会坐轮椅的盛会跑者，伫技工的协助之下，将盛会正式交予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东京奥运盛会找到团结东京，伫疫情影响之下，东京除了离岛区，其他所在完全取消西公路，只会伫定点区进行交接仪式。都内の聖火リレーは本日から15日間、すべての区市町村が参加して実施をいたします。新型コロナの影響で公道を走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もございました。因为东京确定为12到8月之间进入第4摆紧急状态，伫七八暗时的国际奥委会、日奥委员会等5方会谈之下，确定伫首都圈的东京旗局、新内川甲千秋的赛事加开闭幕，全部以無观众方式進行。この人たちは観客で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ぞれ役割を持った方々でありまして、でこの方々はですね入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因为无允准观众入场，外界有估当局可能会用其他方式，亲像进前伫福冈的一棒比赛，就用20个跳舞机器人来加球，其实是过去台湾用假人、南韩用人形看棒这方式，互东奥选手感觉袂孤单。另外，伫宫城、福岛、静冈这3地比赛，依然维持观众人数上限。伫场馆人数50%以内，或者是上侪1万人。诸城的卡球竞赛只允准有合作学校师生进场观赛。北海道的马拉松卡球竞赛目前也未决定。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东京的疫情在滚高，南韩最近3天，大家嘛拢有上千的病例，首尔等都市防疫嘛提悬到第4级。另外，澳洲这几天病例数嘛创新高，所以佮该继续封城。第二塔印度变种病毒伫英国嘛拖甲真厉害，首相Johnson是坚持讲7月19开始要完全解除封锁，也毋过有4000外医护人员佮学者是连续批评讲，完全解封是真危险、真无道德的行为。南韩第4波疫情来势真凶猛，连续3天确诊数拢在1200例以上。总理金富谦找到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的会议，宣布12日起，首尔京畿道甲仁川防疫级别调升到第4级，也就是相关的防疫层级，期限是2礼拜。 유흥시설은 집합금지를 유지하고 백신 접종을 마치신 분들에게 대한 방역 완화 조치도 유보합니다. 최고 수준의 거리두기 단계이기 때문에 더 이상 물러설 곳이 없다는 각오로 임하겠습니다. 4级的警戒规定，暗时6点了后，禁止2人以上斗阵，无允准1人以上的示威抗议。婚丧仪式敢若允准亲戚参加。5路场所像是夜店必须关起来，餐厅允准内用，不过敢会使营业到暗时10点。另外，原先注射疫苗的人会使享有的特殊待遇，像是护肝、免挂喙暗，也有私人互相斗阵无限人数者的，也会暂时来取消。 当局估算，这个月下旬为止，上海前后是每天新增加感染数来到2140例，也若无平均一天新增加数将会是1400例。疫情爆发以来，一直严守严防的澳大利亚雪梨所在新南威尼斯州，初到出现44层的本土确诊病例，是今年以来上悬的数字。当局宣布，原定16日起的封城做法不得已必须要延长，民众被要求尽量伫厝内底，每户敢若会使有1人出外来采买日常的用品。民众活动范围袂使超过徛街10公里以外。 总例限制只用10个人参加，当局派出100多名警察，伫疫情爆发的地区、雪梨西南部郊区沿街来巡逻，确保无人违反规定。这个新一波疫情是高传染力的Delta病毒，源头是6月16日到雪梨机场来接送美国航空技术的豪华轿车司机。 另外，每天确诊病例数达到3万例以上。英国7月19日解封的计划，允准完全注射的人对黄色旅行名单国家回国无需要隔离。航空旅游相关的产业预订量马上大大增加。
亲像伊这航空来往黄色名单国家的有定就成长4倍，也个病毒感染的数字也继续冲悬，甚至有个月来到一天5万例惊人的情形。4200名的医护人员甲学者实在是看袂落去。伫医学期刊《刺胳针》用联名的批来谴责完全的解封是危险甲无道德的行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Delta 印度变种病毒已经传到全世界，是这波疫情上主要的病毒。美国过来新的病例 Delta 变种病毒都有超过5成，一寡所在甚至8成拢是印度变种病毒。也毋过美国一边管制，就是强调讲注意方式嘛是有效。英国的研究嘛指出讲，注2档辉瑞 BNT 疫苗保护力有9成6。辉瑞药厂嘛等下研发第3档的疫苗，按算8月份会向美国来申请紧急使用授权。Delta 变种病毒自全球刷咧团，伫各国嘛引起新一波疫情。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统计讲，伫几落礼拜前 ，Delta 变种病毒敢若占全美国新增确诊者的25%左右，不过即摆已经占超过5成咯。The Delta variant is spreading rapid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is week, the Delta variant is estimated to be the most prevalent vari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ing over 50% of sequenced samples across the country, up from 26% from the week ending June 19. And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percentage is even higher. 法国巴斯达研究院伫自然杂志顶悬讲，接种第2剂的辉瑞疫苗的受测者，因体内会当产生相甲的 Delta 变种病毒。英国的研究人员嘛发现讲，伫咧注2剂辉瑞的疫苗，安尼会当对 Delta 病毒产生96%的保护力。所以美国 CDC 就讲，就要赶紧来注疫苗。We know that the Delta variant has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and it is currently surging in pockets of the country with low vaccination rates. We also know that our authorized vaccines prevent severe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from the Delta variant. 另外，辉瑞药厂嘛宣布讲，即马当咧研发第3剂疫苗。初期的人体试验数据显示讲，注第3剂疫苗会当新冠保护力到真悬，受测者的体内的消甲抗体嘛增加5倍至10倍。辉瑞上紧会伫咧8月份，甲美国申请紧急使用权。接种时间建议是伫咧原本注2剂了后的6个月至8个月之间。辉瑞嘛同齐和欧盟的其他国家的监管当局来讨论追加第3剂的计划。公视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幼儿园无伫这波放任的范围，所以要继续停课到7月2日。台中有家长是不满讲哦，对5月份开始，囡仔就无去幼儿园上课咯，也毋过却收到收费单，讲6、7月份要6万几块。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哦，教育部的纾困规定是学费袂当收，也毋过会当收杂费。这张通知单，互家长看到是无法度接受。顶悬写这间幼儿园配合3级警戒停课，毋过也是要向家长收6月到7月2个月杂费，有10800块。家长即期为5月初开始，囡仔就无去读册，煞着爱去交钱，是真无合理。我都没有到学校使用到你任何学校的资源，你也没有上课，线上教学什么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还要缴这笔钱给你？有一部分送来投影，那另外的话，我们老师也会做一些备课的工作啦，一些学习的工作这样。罗先生认为，停课期间连线顶上课也拢无，说是爱个收钱，实在互人真无理解。院方表示，这笔钱是用伫行政运作顶悬，也考虑家长的情形，期限内底交的钱会减少。台中市教育局表示，疫情期间院方也是有运作需求，依照教育部规定是会用收的。基本的开支还是必要的，所以在停课期间，学费跟杂费是不用退还。给家长的感受性的问题啦，观感问题，所以当面对这样子的纠纷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家长跟园方好好的进行沟通。教界团体表示，疫情期间囡仔无到学校，毋过事后也是正常运作，相关成本的支出甲收钱的内容应该提供予家长，避免观感无好。而且依照规定收学杂费，毋过其他费用都应该退钱或者是无收，避免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哦，今仔日开始帮幼龄园个安亲班的老师注疫苗。县政府是表示，大约有9成的老师拢有来注，后一波是换国中小个高中职教职人员会当来注射。分流安排来的教职人员等待要来注射。嘉义市有942位，嘉义县有1252位幼儿园老师甲教职员工，拢伫今仔日开始来注疫苗。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老师都蛮期待复课的。那我们今天打完疫苗以后，我们的确我们自己产生免疫力之外，我们希望幼儿园所有的宝贝们都有更优质的一个保护。我们幼教人员会面对很多家长跟学生，对所以如果有接种疫苗，家长跟学生其实对家长来讲的话，他们也会比较安心。政府宣布7月12日未解封。为要准备将来可能恢复上课的情况，嘉义县市拢赶紧安排幼教人员来注射。嘉义县为要提升注射的速度，各改良设备来减轻医护人员现场的工课。快打车直接推到民众面前，然后直接帮他们插入健保卡，那他们就可以读取资料，就立马可以帮民众挂号。只要接触的人很多啊，然后打了之后应该会比较有保险的。嘉义县市拢表示，幼教人员来注疫苗的人数有9成以上。所来各中小甲高中的教职人员，嘛已经开始统计人数甲做册，希望会当伫9月开学前2礼拜完成学校环境的群体防护。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民间关心居住正义的团体崔妈妈基金会统计，有6月份因为疫情，细厝的救婚是增加袂少哦。伊嘛发现讲9成以上的弱势族群生活歹过，佮无租金的补助，所以呼吁内政部要赶紧来提出紧急租金的补助。疫情所致失业人数增加，崔妈妈基金会就统计，最近来查询做出法律服务的人变多。统计去年过6月比较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要提租等等争议的，就对6件增加到63件，9成是弱势租厝者，佮提无租金补助。最大多数的反应还是告诉我们说是房东不准。那房东不准的理由，当然也是因为是税金的关系。那有的房东呢，甚至他租的地方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地方。早运团体是批评，伫6月初纾困4点控，行政院也是无甲租厝者列入纾困。内政部营建署进前虽然扩大租金补贴到12万元，但爱到8月才通申请，明年初才收会到，根本无针对疫情做调整。你的规划竟然是说到明年的时候才能够领到。哦，那请问这样要怎么救急？要怎么救穷？你明年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已经流浪在街头了。下党派立委嘛要求内政部赶紧提出紧急租厝补贴的方案。崔妈妈基金会嘛指出，自发起弱势家户的租金纾困计划，募款将近200万，目前协助74个案，每天平均20个新案，呼吁政府纾困才是解放。内政部营建署是回应，相关部门已经有纾困补助，对法顶贴。搁爱整体来评估。记者陈阿文调随采访报道。台北市的统计发现，讲疫情期间家庭暴力的案件比去年增加，尤其是老人受到苦毒是增加真多。也毋过儿童受到虐待的案件，这2个月却颠倒减少。民间团体是认为，应该是囡仔无去好好上课，无人通帮这个囡仔来发声。三级警戒已经实行个外月，大家拢踮伫厝内，搁再加上因为疫情的经济、情绪压力，家庭暴力有可能较常发生。根据台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统计，台北市今年1月到6月家暴事件有8604件通报，比去年同期的8264件是增加4%，其中老人保护案件是增加8%。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因伫今年的5月到6月服务的家暴案件比例嘛增加不少。现代妇女基金会在我们5、6月这边所服务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家暴服务人数也成长了接近3成左右。那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当然不止受暴妇女，有一些老人虐待的案件，其实也是在增加当中。家防中心统计，伫今年疫情期间的5月到6月，甲去年的同期比平，儿童的家庭暴力案件颠倒是有减少70案，大概是17%。不过，这敢是代表儿童受暴力的数量有减少？家防中心无安尼想。我觉得这是存疑的，因为孩子，他是未成年的，他没有到学校，他没有外出，也许他被发现
受报的状况也相对的机会是减少的。好，因为我们过往其实从学校通报或从老师这边通报的案件是蛮多的。针对家庭暴力案件可能无法度互发现，家防中心表示，希望大家爱较注意身躯边的状况。若常常听到有人伫咧哭，或者是有人伫咧起骹动手，甚至是有囡仔伫热天搁甲长仔穿条条，就要注意伊是毋是有伤，爱来帮咱通报。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国家人权委员会今仔日针对行政院等个筹备要去司法进行辩议，敢有违反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邀请各界来讨论。学者各公部门拢认同讲，个案就爱照精神的状况甲风险分级分流来处理，对机构出来了安怎转到社区，这是重点。2019年，铁路警察李成汉去互姓陈旅客压倒攻击，法官认定被告有思觉失调症，一审判无罪，落尾确定判17年，刑期到就要强制监护5年。到时，这个被告就可能去司法精神病院关。因为这几年司法精神鉴定的刑事案件就几落件，针对精神障碍者未来若去做监护治疗，过程敢有下国际公约，各界拢提出因的看法。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对他做好的照顾，以及公平的人权对待。障碍者跟非障碍者应该要有相同的权利保障。针对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13条到第16条，学者认为政府爱对司法系统的人，像法官、检察官做人权教育训练，也爱保障精神障碍者的自由甲安全，袂当强迫因住院或者是接受治疗。政府也得爱有监督的机制。执行监护处分的时候，除了消极的监视保护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积极的疾病治疗。如果是非自愿的安置在精神卫生机构，否定了当事人对于照护、治疗、住院的能力的话，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违反公约的。因为学者甲公部门拢认同个案的精神状况甲暴力的风险爱分级分流处理，安怎协助因伫咧司法精神病院有高度安全的介护，也互因平安返来到社区，这是重点。记者闵振林、许凯台北报道。三级警戒要放令哦，也毋过游泳池嘛是无开放。10月底特别举办全运会，有选手就讲哦，已经2个月无受水了，到时阵是要安怎比赛咧？望讲中央会当有一寡春秋开放因练习。伫游泳池内底拍拼咧向前游，保持体力甲速度。毋过从3级警戒以来，游泳池已经2个多月无开放。即个被开放，游泳池要是暂停开放，这嘛互选手烦恼讲对受水会哪来哪无熟手，连一起泳过成绩拢真困难。就是蛮恐慌的这样，因为很久没下水，那感觉一定会完全不见。他有开很多线上课程让我们学习，就是才可以维持体力。可是，在水感这一方面，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袂当去游泳池，教练敢若会当逐工安排点半钟线顶的课程，互选手线顶学习或者是教营养的控制，嘛要求因伫咧厝里爱做体能的训练。毋过这拢无像真正咧水底游水遐尔有效。又不是鱼，我们是人啊，没有游泳，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尽量在适应中，当然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不管是选手也好，教练也好，当然都不适应。每一次下去分成5个选手下去游泳，我们的游泳池里面也是开放给选手使用，其他的选手人不能进来。高雄市体育总会表示，全国的游泳选手拢拄到同款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全运会10月底就要举行啊，就算7月2日有顺利解除封锁，8月初全运会就要选出选手，练习的时间无够的情形之下，无法度来发挥实力。望中央会当伫游泳池水道分流，也有控制人数等等的前提之下，互选手会当去游泳池做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插画家阿尼莫，伊创作的第2诗绘本《情批》，伫今年的普罗纳画展哦得到优选，那么做回来欣赏这本有音乐、有写有字、真优雅的第2绘本。月娘为着一个好对象，找伊消散15-8万，
美丽都会加上有感情的文字，这是台湾插画家阿尼莫的作品《情批》。阿尼莫2020年就捌以小婉这部作品，伫插画界真有指标性的博洛尼亚册展得到肯定。今年佫以台语诗为本《情批》第2摆得奖。我跟我的父母，我们只能用台语沟通。如果我用台语书写这个情书，其实是蛮贴近原本的我自己，所以我愿意想要尝试用台语写出这样子的情书。阿尼莫介意爬山参阅读，伊讲爬山看到拢是树仔，阅读是咧看册，所以伊就将这2项物件成做创作的灵感。优美文雅的诗词和画作，嘛互情批伫今年250件参加比赛作品中有出色的表现。The quality of the poetry, the ideas that were there, and the beautiful way the illustrations harmonized with the poetry. 有路的画风，水开的台语，阿尼莫用绘本，互世界认捌这个美丽的台湾语言。尤其情批这部作品，佮找来音乐人廖世贤做伙合作，杀出有声的动画版本，讲出情批的深情感动。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3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高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